2026年3月份生活聖言，有耶穌在，我們就不用害怕。起來，不要害怕。你仲記唔記得喺聖經裏面，天主曾多少次要求人要信靠佢？因為天主想讓佢哋發現並得到非常美好嘅事物，例如天主曾經要亞巴郎離開家鄉，捨棄一切。亞巴郎起初並唔理解，但佢信靠天主，離開咗家園，美好嘅事情就發生喺佢屋企。佢年老嘅妻子撒辣生咗一個兒子，而且耶穌成為咗佢哋嘅後裔，喺佢哋嘅家族中誕生。伯多祿、雅各伯同埋若望亦都唔明白耶穌點解帶佢哋上山。看到耶穌散發出光芒，佢哋感到好驚訝，但耶穌安慰佢哋咁講：起來，不要害怕，有耶穌同在，我哋就唔使驚。住喺哥倫比亞嘅米格，去年參加咗一個團體嘅活動，係以生活愛嘅色仔為主題。今年佢再參加嘅時候，佢好高興再次見到老朋友，並結識咗新朋友。大家正玩得開心嘅時候，米格突然講咗一句粗話，所有人都停落嚟，驚訝地望住佢，並同佢講，佢哋嗰度大家都唔會咁樣講嘅，因為大家都依照愛嘅色仔上所寫嘅去生活。米格感到好醜同埋好驚，擔心佢哋以後唔會再同佢玩。呢個時候，其中一個小朋友帶住微笑，好友善咁樣俾佢一粒愛嘅色仔，佢就記起啦，立刻向佢哋道歉，並重新開始去愛。